丁。那它的营养价值就是马拥有甜的味觉，然后他们会连到它的中枢，连接之后呢，他们就会非常的开心，就像你们自己吃到自己喜欢的食物一样的开心。那这里这两个呢，就是麦片跟玉米碎粒，那它们这两个是营养价值很高，然后高淀粉、低纤维嘛，很容易吸收，然后还有胡萝卜素及叶黄素，所以是非常营养的。那好，我现在把它们的营养价值跟食物都介绍完之后，剩下的时间就是我们课语老师要教你们课语。